那咱台湾咧防疫有成，国内的旅游伫防疫五月天的带领下，慢慢来松透，对外旅游嘛要超前来部署。疫情指挥中心讲，以目前监测的状况，要甲保留甲纽西兰分做第一级，也就是未来开放着入境台湾了后，敢若需要做自主健康管理。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的咨询委员嘛来建议着政府应该主动出击，来成立着安全旅游的联盟，让世界更加了解台湾是一个会当安心旅游的所在。伫府城食小食，伫一中商圈啉珍珠奶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连续2天，班师罗南，就是要推广台湾的观光。国内旅游禁令慢慢放松啊，国外旅客是什么时会使入境？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的需求，就是所谓的避疫旅游。未来有可能就是会把这些不同全世界的国家分成几大类。那有一大类就是说，可能他们进来之后，可能只需要做自主健康管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讲，持续监测国外疫情，目前来看，别留纽西兰假定讲未来会使入境，只要自主的健康管理，越南、文莱可能需要再检验。日本、澳洲、泰国这是后一个战金。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英对着台湾要安怎伫防疫中和观光加国际连接冇建议。我们能不能弄一个外交主动出击，去倡议一个安全旅游联盟？我们都会设法搭建最适当的平台，让大家在这个策略能够进行之前，能够先有一个完善的规划。防疫一站要迎接国外游客，要安怎防止边境带入的感染源？如果开放旅游，超前部署特别要紧。